晨起习武，芈月来陪。今日寡人免你早起。芈月睡不着了。那就替寡人更衣吧。是。云儿，我们共饮此杯。王兄，福儿敬你一杯。福弟，你年纪还小，少喝些酒才对。谢王兄关心，福儿记住了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哎呀，云儿，来尝尝这鹿肉。怎样？肉质鲜嫩，果然不错。继儿，母亲敬你一杯。义渠君，尝尝这果子甜不甜？甜。义渠君，寡人敬你一杯。来。继儿，你是芈月，你是寡人的王妹，就是你，害得寡人好苦。大胆！太后的名讳也是你能叫的，有何叫不得？我乃一国之君，你等却如此怠慢于我。行，吾王夷鲁不亲吾美女伺候，接我来咸阳，却不请我入咸阳宫，把我放在这郊外一个小小行宫，见不得人的鬼地方。这就是你们秦国的待客之礼。你虽行无王夷鲁部，寝无美女伺候，但时有善夫打理，衣有锦缎丝绸，楚王也不算委屈。哼！你们秦国的膳食丝绸，怎能与我楚国相比？你若识趣，好好的将寡人送回楚国，免得两国交兵，以血洗血。
只怕当下无人肯为你发兵救驾。只要寡人下诏书，我楚国贤臣济济，晋上大夫对寡人披肝沥胆，还有老令尹朝阳，一贯是忠心贯日。可惜啊，你的诏书下得太晚。数月前，我秦军大举伐楚，连下15城。你们老令尹和屈夫子责怪你贪恋秦国山水，不肯归楚，所以扶太子登基了。你说什么？太子恒也已成为楚国新君，你后继有人了，可以安心了。谁敢？晋上，这是死人吗？晋上！三立大夫，南侯毕竟是南侯，你们竟敢如此无礼！老夫糊涂一世，这一刻我看得清楚，你这蛇鼠奸佞，若不滚开，老夫将你当场击杀！太子请。请太子继位。臣拜见大王。臣拜见大王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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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众卿，免礼。谢大王。此刻太后还未下旨，我们该如何进？白将军、魏将军，太后下令撤兵了。什么？太后下令撤兵了？楚国发生政变了。什么？黄歇请出屈子和令尹朝阳扶持太子恒登基为王，眼下是屈原主政，除了集结重兵守卫郢都之外，还联络诸国，企图合力围攻我军。当初太后不肯听我劝阻，执意放黄歇回楚，真是一步错棋。黄歇，公子通死了，樊长史必定怨恨上太子，这下咱们在宫里又多了个仇人。唉，幸好那樊长史人微言轻，平日里我们也没什么把柄攥在他手上，不然又是麻烦。太子已经在大殿外跪了1个时辰了。寡人没有让他跪，是他自己要跪的。太子大概心中愧欠，跪跪也好，也算是送他兄弟上路。大秦公子或舍生取义，或慷慨牺牲，童儿死得轻如鸿毛。听说公子通和太子早有牵线，不管有什么牵线，王家公子的性命是王家的，不是自己的。他说不要就可以不要吗？是。童儿是寡人的孩儿，当儿也是寡人的孩儿。一个怯懦轻率，一个鲁莽暴烈。去，让太子回太子殿。东哥哥，东哥哥，别追了，公子，担心受伤了，公子。东哥哥，老实点，你们要干什么？放下来，放下来！
进来。是。你放我下来！放我下来吧！你们干什么？哎，往哪儿去啊？莹通，记得你曾说过，当不当得成太子要父王说了算。如今我当上了，怎么看着眼红？当上太子又怎样？哼，我不仅当了太子，还娶了宜公主。说到这个，想必让你痛不欲生吧？就凭你，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讨嫌鬼，竟然对宜公主垂涎3尺，百般殷勤，真是丢人现眼。你虽然当了太子，但绝不会长久。哼，长不长久，也不是你说了算，是父王说了算。我告诉你，我不仅要把这个太子好好的当下去，日后还会做大王，与宜公主生儿育女，子孙延绵，让你肝肠欲断，痛心疾首。你若是当了大王，定是违背天意，这咸阳城定会臭气冲天。我与母亲要远远的离开咸阳城，省得闻到你的恶臭。我若做了大王，投向秦军，大王为大局着想和稳定人心，任他为相。公子焕年轻任性，喜好奉承，轻信陈庄唆摆，不但事事教育陈庄，还与司马错将军发生了争执，又向大王上书诬告，气得司马错将军带着魏冉回京自证清白。这下正好让陈庄抓住了机会，得以谋反。当日我还为唐夫人高兴，在几个公子当中，属公子焕的封地最大，真是福兮祸兮啊！此刻想想，幸而当日大王没有分封通儿，要不然谁知这样的祸事会不会落到我头上？真是可怜唐夫人了。是啊，这么说，大王也有可能分封公子季，让芈月与他同去巴蜀。是，朝堂上张仪那番话明明是在向大王推荐公子季，而司马错和雍瑞等人也在一旁附和。那芈月与公子季可是大王的心头肉，大王不会舍得。很难说。既然太子已立，大王若想分封巴蜀给公子季，那就由他去吧。王后，若公子当还没被立为太子，将公子季分封出去，可为权宜之计。但公子当已经被立为太子，且有羽翼未丰。司马错他们若能够再次平定巴蜀，把公子季弄到那儿去，天高地远，随随便便就可以形成国中之国，与太子对抗。那可怎么办啊？此事的确两难。